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苗栗白沙屯妈祖花园，经过中华的保养，真侪信众赶来买软轎卡，但是有袂少人无守规矩，安尼挤安尼插队。妈祖的软轎签开始是停落来等，但是插队的人是愈来愈多，恐惊参妈祖嘛看袂做哩。这个软轎最后是海轎直接来离开。这个妈祖买红软轎卡相当的罕见，都民众讲白沙屯的妈祖真有个性。 白沙屯妈祖花园加入彰化埔盐乡的好寿国小，对数量大落啊！运动厅已经排3大人的民众准备要软轎，但是现场的人多，挤来挤去，还阁有人插队。现场有淡薄仔混乱，软轎是行咧停咧，好亲像咧等队排好势才阁前进。但是有完真乱，想要到软轎，突然间不爱互因两啊，怎离开？大概是踅一日，伤多人。 人群拜3大日，妈祖只行1日左右。有民众讲，这白沙屯的妈祖上有个性啊。很多的信徒就会有点失望，可是说实在，大家看到这么虔诚哦，因为那个妈祖她本来行程就已经不是那么的能够可以控制的。以过去白沙屯妈祖正常的情况来看，无要互软轎卡马上离开，这是真罕见的。但是这种随性的风格，嘛是白沙屯妈祖较为特色。